200年后两百年了，伊个这个家族1384将近1400人，安尼有济无？好济咧，大家族咧吼，其中因为伊相信爱嘛，相信慈悲嘛，所以因个大家鸟鼠就出头来吼，有对无吼？其中这将近140人的内底鸟鼠哦，有100位大下的教授，你有无哦？14位的大下校长，40位的律师，30位的法官，这拢是社会的精英呢。60位医生，60位作工，好，重点来，300位牧师，神学家，代天宣化，代天宣化，告诉世人有上帝，上帝在哪里？在我们的心里。3位议员不是社会尔，国家原来是公平哦，佫是一位的不公共，安尼上，因为伊一个人顺顺，一个上天，因为伊相信上天，相信爱嘛，所以因接因的大家囝孙所传的就是爱，用爱来教育，用爱呢，用上天的慈悲呢，用慈神的慈悲呢来教育囝孙，所以这囝孙的这个伊的成就拢都优秀，拢真优秀哦。我会真的，这就是咱是个所在哦，是个所在，人道与正，咱人有道哦，道咱的家事、家和万事，有反面的无？有反面的。这个资质，咱心内的这个资质，若无好诶，上天嘛是来加强，再加强，歹搁较歹，愈来愈歹，嘛是会哦。另外一个家族，伊讲伊无相信上天，无相信上